看一下存款21.8萬，西南朝向，可以看部分海景，69個平米，2房2廳1衛，真的太劃算了。房子買過來一天都沒有住過啊！2個臥室都是朝南向。哇哦，保養99新啊！衛生間廚房都是非常漂亮的。南歐入戶，70年產權。小區的園林綠化非常漂亮，鳥語花香，四季如春，而且是碧桂園的管家服務。出小區大門就可以坐3塊線的公交車到沙鐵，地鐵站25元，坐大巴，全程高速60多分鐘就可以到羅浮口岸，去海邊也非常近啊！坐10分鐘的免費遠去巴士就可以到達沙灘。咁興趣的朋友評論區聊一聊，可以預約隨時看房，記得點讚關注我。